咁多位小朋友，你哋好啊！我係陳老師啊。咁多位小朋友有冇發現最近嘅月亮有啲唔同啊？我聽到有啲小朋友話個月亮越嚟越大喎。咦？我都聽到有啲小朋友話上幾個星期嘅月亮係好似香蕉咁嘅喎。但小朋友知唔知道我哋過幾日會見到一個又大又圓嘅月亮啊？幾日係咩日子呢？冇錯啦，就係中秋節啦。咁陳老師呢，就想同你哋玩一個小遊戲，就考下你哋知唔知道中秋節可以做啲咩活動。咁陳老師會邀請咁多位小朋友去模仿小月兔，然後陳老師會問你哋問題，你哋呢就要扮小月兔咁樣去跳去你哋認為覺得啱嘅答案裏邊啦。咁多位小月兔，你哋準備好未呢？準備好，我哋一齊開始啦！嘿，咁多位小月兔準備好未呢？準備好，陳老師就開始問第一題啦。第一題就係我哋中秋節會食一種好特別嘅食物，佢係咩食物呢？佢係月餅啦，定還是食雪糕呢？陳老師數三秒鐘，咁多位小月兔就跳到你哋認為覺得啱嘅答案啦。3、2、1。咁多位小月兔都好叻啊！我哋中秋節嘅時候會食月餅，因為呢個月餅佢個圓形嘅外觀呢，佢就好似象徵住一個滿月，亦都代表住一家人一齊好開心、好和諧嘅意思。陳老師而家又再考下你哋第二題喎。咁多位小月兔準備好未呢？我哋開始啦。第二題係我哋中秋節嘅時候會有啲咩習俗呢？會係游泳啊，定還是我哋會拜月呢？陳老師再俾3秒鐘時間俾咁多位小月兔。3、2、1。咁多位小朋友做得好好啊！我哋中秋節嘅時候係有一個拜月嘅習俗嘅。不過咁多位小月兔，你哋知唔知咩叫拜月呢？拜月嘅由來又係點嘅呢？讓我哋一齊嚟聽下呢個嚟自好耐以前嘅神話故事啦。農夫播種後會等待秋天嘅收穫，為咗慶祝豐收，農夫會喺秋天第2個月農曆8月15日去祭拜月亮同埋土地公，所以呢一日就叫中秋節。傳說有一日嘅天上突然之間出現咗10太陽，天啊！我哋辛苦種嘅作物全部枯死啦，百姓都唔知點算好。我哋唔知有咩解決方法呢？呢個時候有一位叫做后羿嘅年輕人，佢決定登上呢個崑崙山頂，射下一啲多餘嘅太陽。之後天上恢復咗一個太陽，后羿呢亦都受到百姓嘅愛戴，仲娶咗一位美嬌娘，佢叫嫦娥。因為后羿射日嘅消息吸引咗好多人想要去學習射箭，其中一個有叫逢蒙嘅壞人，佢嘅個性非常之奸詐。有一日，后羿喺崑崙山上遇到一位佢老朋友，佢就叫西王母。然後后羿就鬥膽索取呢個長生不老嘅仙丹，西王母爽快咁答應，就俾咗呢個仙丹俾咗后羿啦。后羿交代嫦娥要好好保管呢粒仙丹，不過當嫦娥將個仙丹放咗喺個盒度，一下就俾呢個逢蒙嘅壞人見到啦。佢心懷不軌，佢想偷呢個長生不老嘅仙丹。逢蒙趁住大家出去打獵嘅時候，佢就逼呢個嫦娥交出呢個不老藥。嫦娥呢，佢就即刻將呢個藥放咗喺個口度，唔俾呢個衰人攞走。到佢哋一瞬間，佢就飛向咗月亮，成為咗神仙。當后羿返到屋企嘅時候，
揾唔到嫦娥，今次佢哋只可以在喺春秋夜嘅時候去燒香拜祭月亮，去等待嫦娥返屋企。於是中秋節拜月嘅習慣逐漸流傳喺民間啦。朋友，我哋而家聽完故事啦，我哋一齊嚟回顧下故事裏邊嘅內容啦。小朋友，你哋記唔記得后羿佢死咗幾多個太陽啊？冇錯啊，后羿係死咗9個太陽。佢做咗呢樣嘢之後，令到百姓人們佢哋可以繼續耕種，好開心咁樣生活落去。咁陳老師又考下大家，知唔知道王母娘娘佢俾咗后羿啲乜嘢啊？冇錯啦，王母娘娘佢俾咗后羿一種長生不老嘅仙丹。睇嚟小朋友你哋都好留心去聽故事喎。等陳老師考你哋最後一條問題先。你哋記唔記得點解嫦娥要食咗粒仙丹啊？冇錯，小朋友就係因為有一個逢蒙嘅壞人，佢諗住去攞咗嗰粒仙丹，然後嫦娥佢唔想俾逢蒙呢個壞人食咗，咁所以佢就食咗粒仙丹，最後佢就飛上咗月亮啦。咁后羿返到見到嫦娥已經飛咗去月亮嘅時候，佢就好想念嫦娥。咁自此之後，后羿同埋其他人呢，喺中秋節嘅時候去拜祭月亮，去紀念嫦娥。呢個就係拜月活動嘅由來啦。咁故事就嚟到呢一度咯喎。陳老師呢都準備咗一個陶工活動俾小朋友同埋爸爸媽媽一齊去製作噶喎。咁個陶工活動呢，就係整一個嫦娥奔月嘅情景啦。我哋一齊睇下佢點樣做咯喎。小朋友同家長可以拎返早前派發嘅嫦娥奔月陶工步驟紙同埋材料一齊整啦。首先我哋將線穿過黑色紙，然後喺黑色紙背面打結，然後喺嫦娥、月亮同埋后羿嘅線稿上塗上顏色，亦都可以畫上裝飾。繪畫完成後就可以將線稿剪去，小朋友用鉸剪時要小心安全啦。然後將線稿貼上紙上，嫦娥背後要貼上發泡膠。家長同小朋友可以一齊畫上裝飾，嫦娥奔月情景嘅陶工就咁就完成啦。作品後，歡迎家長上傳同小朋友一齊製作嘅陶工影片同埋圖片到以下嘅 QR Code 作一個回憶記錄。陳老師喺呢度祝大家中秋節快樂！